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你的家，我是要无说的大师伊利来到你的家就是在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要跟着穆斯林的古兰经，还是犹太的摩西的五经？我们就是要今天就是来研究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是要去听上帝呢，就是要去那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要创造这个天地如果你要寻找这个创造者，如果你想要得到拯救，我给你们已经教训了很多次我们就需要寻找那个真理，不要再欺骗自己。我们这是迷惑了已经很多。我在问你们好，我是要无说的大师姐姐伊利亚，今天就是来到你的家今天就是第3课的教训，我们就是要一起要听我们马上就要研究一下关于这亚伯拉罕的上帝的真理是在哪里可以要寻找，因为我们都想找有两个都要一起说关于这位亚伯拉罕，我们都要在摩西的五经都提到，在以前的在后面那古兰经这本书也提到，那就是想问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听是哪个书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这就是要我说的工作。他要被抓来的，就是为了这事。他以前已经出了，就是这位父亲也发的正道，就是我教你们要哪条路是正路因为有两个话都要提到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在哪。第一件事是哪本书是要说的真话，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那个历史，都是按照那个历史，按照所发生的事情，按照那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犹太的要说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在公元的2000年的以前，这个就叫做摩西的五经，在这个犹太的书在公元的2000年以前的，还有摩西在后面又补过来了，这个已经很久，所以具体的时间我们不能说定了，因为有些书都是在说是公元的1900年以前的摩西的存在就在1300年的以前的，所以都是在一个古老那里，所以没有道理在说是比他们还早。就是说这个犹太的古老书卷，那这个就很明显了，那个最老的是有理，那就说不会有人说这个是假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个第二课的教训，我给你们已经讲过就是有人也不知道是他们凭什么有做这样的道理，就是父亲也发与以色列隔绝的时候，不跟以色列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趁着这个时刻就把这个名字要开了，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加入这位父亲要愤怒因为这位父亲也已经说过了，我的名不会有被亵渎的，我的荣耀不会嫁给加上帝。以利亚来了就是为了这次为了证明的
这位父亲亚法，你不管你说什么，你不管你做什么，他就永不接受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凭这个就把要灭亡以色列的儿女。如果这个重复再来，那他必须要惩罚的。这个不是一种的惩罚，所以有些藐视他的都会要被灭亡的，因为他已经宣布说到，我的名字不能被亵渎的，我的荣耀不要归给假神。假如是他真名是亚亚法，你不可以改名字。那如果我们想知道他那个真名字是在哪里可以寻找，我们必须要研究犹太的书，凡求告这个名字，就像以利亚在你们这个地球代表他，就说要反跟着这位上帝以利亚所传播，就要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的，就成为完全的人。这是这位真上帝的目的，就是叫一个人要完全不再犯罪了。这就是他的目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他不定犯罪的祷告，这是一件事这就是有一个工作做了那个日子以外因为目标就是叫一个人不再犯罪，有变成了完全的人，就是他是他真的要完全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他。关于他的圣洁，他是圣洁的人，完全的人，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目标。因为为了这个原因，他就跟人与隔绝如果你想要与他同在，你就必须要成为完全的人。如果你看到完全的人，这个都已经有过了。在你们这个地球已经有人不再犯罪，就是你所亲眼看见的是第一的，要反跟所有的人都不再犯罪，这个是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事，这个不是开玩笑，却把伟大的父亲的亚亚法的伟大的爱要显示出来，这个情况是很清楚了。我对你们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情况，然后就教你们应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要看下那个穆斯林的书，他就是在公元的600年的才有存在，因为他是在公元的600年才能存在，那他是太晚了。如果关于这个亚伯兰的有什么启示那我和你都要说一句话，就是原装是原装的。因为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所做的工作，就教人的完全了不再犯罪。因为真主父亲亚亚法要差遣最后的先知，他就说你们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按照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这边写的就是说你们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我们都要把这些都有一个一个都来，然后我们就知道那个真理。我们来念下在犹太的圣经上面，我不会把那个因为这个就是我教我们，我不会把那个新约的全书给你们看了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18章稍微等下
生命记你的神要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的一位先知相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是在犹太的书卷，就在公元的1500年前，就是在你们的弟兄，在亚法的神亚法。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兴起的一位先知，因为这是犹太的法律，就是为以色列的总说。那圣经的有说是在你们的弟兄中间像我一样的，那说的就是在犹大人以色列的，因为在出埃及记，就是说你把这个法律颁布给以色列的，就是说在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要颁布给以色列的儿女。那这边说的就是要指的就是以色列的儿女，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旷野，在沙漠中，因为他们在里面都有心机，所以他们在兄弟在弟兄之间的，就是要上帝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个就来率领他们，这就是那个法律。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3到第5节，摩西到神那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下于以色列的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第5节，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说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边那个写的很清楚，因为他要颁布给以色列的，就在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这个就为以色列的总说。那个兄弟就是以色列的兄弟啊。那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都是以色列的，其他的国家不能干涉，所以不可以说我说的就是我们的，那或者是那个，你不要说这样的，因为摩西的法律是条件是给以色列的遵守的，所以按照父亲亚法要听从的以色列的先知，这位父亲亚法的法律，如果不是以色列的，那就不行了。这个话是写得很清楚，为了这个我就给你们讲过了，就是父亲亚法对以色列的有愤怒的说，与他们与以色列的隔绝的时候，那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一切都改了，那令人的忧伤。有很多人都被迷惑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已经足够了，要打败你们的日子都已经到了，所以以利亚在最后要拯救你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有定我的时候还有时刻，因为这个都是爱，为了这个就将你们转过来，因为这个已经足够了。父亲亚法不会再给你们怜悯，你们要跟着，要不你们就跟着以利亚。如果你们不要跟随，那你们就会得到惩罚，因为以色列的儿女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被惩罚，就叫成为上帝愤怒。那结果对以色列的就非常在乎，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认识他。为了这个，以利亚就要教训你们，这个就是爱。为了教你们的转向到你们所创造你们，目的就是教你不再犯罪，是完全的人。那位最后的先知，因为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先知，最后的先知就是他叫耶和华
这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这位最后的先知已经宣布一个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一个女的只能嫁一个男人。如果你的老婆有多余的，这个就反对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这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的。这一切我们都要研究，但是我慢慢的给你解释。那除了这个话就是什么来着？因为接着这个话就是有以色列的先知，如果先知不是以色列的，那不行。这个就写在摩西的书上，所以谁都有信摩西，信亚伯拉罕，因为摩西的上帝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他们父子俩都求告耶和华，你不能反对，尤其是要跟随这位上帝，就要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不再犯罪。在这个地球上有人就不再犯罪，那你凭什么要反对这个善事？如果你反对这个善事，那这个是奇怪呀。如果你想寻找善事的，所以你要想一想，因为以利亚来了，你就要想一想以利亚的历史，因为这位以利亚是他要做什么，所以我请大家要查考，因为他是叫人要转向到父亲亚法那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我现在要重复我以前的工作，那现在就叫全世界要转向到父亲亚法那里，你也在其中了。这位上帝他就不定犯罪的要求。如果你是犯罪呀，你是说脏话的、拖到这样淫乱的抽烟的，那你都会有下地呀。这个不是假的。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从不与犯罪的人同在。你不管有什么样的借口，这个是不会，你也不会有强迫他，就是说我有家你必须要跟着我，你不会有强迫他，你要被强迫也跟着他。最老的就是犹太的书与他同在，不再犯罪，这些条件都在，那真的证明就是亚法，因为这个是能除掉人的罪孽，因为这是最老的犹太的书是地道结果不再犯罪，变成了完全的人，那你凭什么要反对？凭什么要抗拒啊？你应该要想一想，你应该有被拯救啊！所以耶利亚要对所有的人说，你要受到拯救吧，要去金山殿那里跟着父亲亚法。第二件事这位父亲亚法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就是要通过你的子孙的要国民要得到祝福这个是第二件事因为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国民就要得到祝福这个历史是发生在哪个书？必须要在犹太的书，因为这个是最老的书我们不会有查考在后面的书，所以我们要回到原状那里就在于从前那里，你也都看到这个是原状了，那你怎么要找不原状了？如果你这样的，你就你是要做了你是错了。你有最大之夸，也谁都拿不到好处所以我们要研究，要真正的拯救你。现在模糊都已经到了，我们都看到父亲亚法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在俄罗斯乌克兰那里的打仗，这个都已经说明
末后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要想通吧，要想通了，要转过来到真理那里，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按照创世纪我们一起查考22章第18节。创世纪22章是第18节，写的就是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那来吧。并且地上亡国的多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边亡国多要得到祝福啊，这个就是要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亡国的得到这个祝福是在哪里啊？因为父亲上帝已经说过，他的后代要被掳去，要被虐待400年了，就是以色列的儿女在奴婢的地方，在他们去的奴婢的地方要被虐待400年了。亚伯拉罕的后代是要接着以撒，在那虐待400年了。因为亚伯拉罕生了2个，一个是玛利，一个是以撒。如果你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啊，以实玛利就是夏甲生的，那以撒就是撒拉生的。因为这个都是按照那个摩西的五经，他有2个老婆他是个奴婢啊，他那个奴仆，在圣经就是说女仆，因为都是按照那个圣经怎么说的，就是按照那个摩西的五经。一个是撒拉就是跟他这是圣经所写的。按照那个圣经写的，就是这个后代被虐待，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要迁移到摩西。这位摩西他是上帝的先知，那摩西的后代就是从以撒，然后到雅各，或者是以色列。这个雅各或者是以色列要是了12个，在里面有利未，然后摩西亚伦在这个利未出来的，那就是这个摩西和亚伦要带出以色列的儿女从埃及要出来。那我们要念下犹太的书，在创世纪是第几章？第15章，我们念下，一起念下。我们从第1节开始，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就看到那个以色列的儿女是被虐待。第一节，这是一话。亚法在异象中，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同伴，你的大大的上策呢。”就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上策，我是你的上策。那我们就跳到哪里？在第7节，亚法又对他说：“我是亚法。”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也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现代那个以色列的地。他说：“主啊，亚法，
我在那知道必要得吃地位业呢？他说什么的？说我们不对这个。亚法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居住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的400年的，并且他们说要服侍的那个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哪里出来？这个就是父亚法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去要服侍，要居住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这就是以色列的儿女，他要虐待在埃及要约400年了，根据这话。那这块地是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说的就现代以色列的，在第18节，这个就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要发生的冲突。这个在那个到现在，我们来创世纪第18章第15节，到当那亚法对亚伯兰立了约，我以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直到伯拉的河之地，就是基尼人的、基色人的、加摩尼人、赫人的、别利斯人的、利法因人的、亚摩利人、迦拿人的、各家商人的、耶布利斯人的之地。那这个就是上帝已经说了，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代，然后他们就被虐待400年了。那要应验了这个话，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因为摩西要带他们从埃及要出来，跟按照摩西的无尽的历史。父亲的亚法就被应验了，因为迦南地就是要输给以色列人的，摩西从这边出来。那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他要住在这个以色列的地，这个地就是属于他们，却这个都在发生冲突。为了应验，我把这个以色列人要打一块重的石头。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话都被应验了，因为全世界都被乱了，因为不会有在平安到现在要发生的冲突，这个不是现在的事，而是从前已经发生过，这个都是按照父亲亚法所说的话，所以这个都是没有逃不到在父亲亚法的话。但是在犹太的摩西的无尽被应验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撒迦利亚书，就是我把你当一块重的石头，对那些周围的国民凡句句大都会要重伤。我们先打个括号来念一下这个是哪个书？撒迦利亚第12章第1开始，我们一起念吧。亚法论以色列的模式不足，亚法论以色列的模式不长主点，因为要建立了地基造人的里面的指令的亚法，他是要造你里面的灵。我必须耶路撒冷卑微困难的时候，向四围的列国的民张为灵的人混罪的背，就是你像喝醉一样的，这不是弄的有的，因为所以有以色列人也弄到有的。第3节，那日我必是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的大的王民，当做一块重的石头，凡聚集的必受重伤，
这个对以色列的是非常危险了，因为父亲耶和华所说的，他从不开玩笑，所以以利亚来的就是为了启示，为了测试，叫以色列人要转过来，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认识这位上帝，现在上帝的名字都被别人改了，却对他们是没关系啊。所以父亲耶和华来自天上天人，必须拆他的设置。那现在叫所有的人都转过来，不仅是以色列的，而是所有的人，你在看见我的说是在集中了。那现在那个以色列的问题，在他的周围的列国，这个就是在那个地方那里都影响大的这个我们还有讲要说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没有人难逃这位亚伯兰的上帝，因为他的话都被应验了。我现在要叫您他的名字，他叫亚耶法，这是证明这个名字能除掉人的罪孽。那我们就是就是什么来着？就是摩西要带他们从埃及要出来，按照圣经。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关于这些话，就是我们就知道摩西是带他们出来，那些话都是要被应验了。他们从那个被虐待的地方又出来，就是那个虐待400年了。那这个就说明说的就是以色列的儿女。那要说到这个以色列的儿女，那这位上帝就跟着以色列的儿女要同在，因为这个祝福要来。在大的要得到这个祝福，就是他们的后裔啊。那虐待400年了，只有以色列人的，现在都没有被虐待，被虐待不是中国人的，不是日本人的，因为被虐待400年了，就是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念下这个道，按照那个圣经，我们先查考是在哪里有这个经文。我们来念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四章出埃及记第4章第19到23节。我们要借着这个就能看到真的被虐待，在埃及被虐待，就是摩西来到现场，按照父亲的指令来带他们出来。亚法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在埃及那里，因为他已经逃跑。”然后到米丁那里啊，你要回去埃及啊，因为寻索你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和2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啊。摩西的手里拿这个神的杖，因为他拿这个杖就说借上帝要借着这个杖有新的神迹。在第21节，亚法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的启示行在法老面前。等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了，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亚法这样说：以色列的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啊，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释放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边就是摩西被差
为了带以色列的儿女从埃及要出来，这个就是要说，这个是很清楚，就是他们真的是被虐待400年了，那就是按照那个犹太的摩西的五经，就是那个原状的书，就是要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摩西的，你要信摩西啊，你就不能抗拒这个。要否则你就要不信摩西啊，这摩西和亚伯拉罕这求告一位上帝啊，你要不接受摩西，就不接受亚伯拉罕。那接着我们就看那个接着，根据出埃及记第5章出埃及记第5章第1到2节，我们一起念吧。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亚法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说节。”就是摩西要带他们在旷野。法老说：“亚法是谁？是我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亚法，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的人生遇见了我们，求你让我们往旷野去啊！早上点路程，只是亚法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狂过呢？你们去当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到在这个地，以色列的人入境众多，你们仅叫他们卸下担子，就是他们就发生的矛盾，然后就是要行那些启示啊，就是在摩西的权利也跟法老的权利有矛盾，却他们赢不了摩西的权利，因为这位就是因为上帝要创造天地啊，那这位上帝就是在差遣以利亚，就是这位在跟亚伯拉罕、摩西在说话的，这差遣以利亚要叫人不再犯罪，跟随以利亚的人都已经完全了，因为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在跟着他，不爱着犯罪，但是接受他的话。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就不要向他开玩笑，所以拯救是一来到我们这边，魔会进到了，赶快要拯救自己吧，别再听别人的，你要关注真理，因为目的你不完全了就不给神事了，定上定哪里？因为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圣洁，那里的家是属于他，因为他是个圣洁，那你是犯罪的人怎么能上去啊？所以你都被别人迷惑，因为他是真的圣洁的上帝。如果你决定了要跟着他，必须要除掉罪孽，没有上帝能除掉人的罪，在这个你们的地球只有他能除掉你的罪。他现在来了，要拆他的仆人。话就是到这里，关于这个话题，那我们就是要研究下这个话是有没有一年了，就是以色列的是不是被虐待呀？就是他们从哪里出来的，说带了很多财物啊，因为这个是这位上帝所说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在创埃及记第12章。这个是在哪里？出埃及记第12章是第几节开始？我们一起查考。第30节，我们一起念。出埃及记第12章第30节。法老一切的臣仆并埃及的众人也监督起来了，在埃及有大爱好，无一家不是一个人的。
因为父亲亚娃说要把他的长子要死掉了，因为他们不要用牛去那在那个地方所有的长子都被死掉了。夜间发了，这个是第31节。夜间法老召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的人从我民众出去，因为你们所说的就是犯亚娃吧。”这是在第31节这个因你们的所说的绵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处理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生面的，把端面盆泡在衣服中，刚扛在肩头上。以色列的人照着摩西的话行了，向埃及的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亚法叫百姓在埃及的人面前蒙恩，一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的人的财物夺去了。那以色列人的就是要变了富豪，因为他们就是要你给我们这个，因为他们是害怕，就把他的财物给他们。他们就照父亲亚娃所说的话，他们就变成了富豪，因为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就带很多财物以色列的人从以色列人从蓝色的、自信的往树个去，除了妇人孩子不幸的那人有60万的，有许多乡家人的兵，有羊群的、女群和他们的移动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靠长物资的兵，这生面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追捕离开埃及，不能当人了，也没有为自己的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的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了，因为这个就是那个400年了，因为这个又是400年了，因为具体的时间就是要430年的。那整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亚法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这边的情况就是说就是以色列的儿女真的是被虐待在埃及，有摩西要带他们要出来，这位以色列的就是要先知星期要带他们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在摩西的五经都看到最老的书，因为在那里看到提到他的名字亚法，要放跟着他大的人就不再犯罪，要完全的人像耶利亚一样的，就是这位亚法所差来我来的，所以给你们把这个商量，我给你们讲，你们呢要赶快要跟着他，因为他已经放回来了，要把那些要打败所有的假上帝，这个迷惑的人已经做过了，因为已经许多人都已经下地狱那里，在火火里那里，现在是有证据的时刻，所以你们不要再次接受奇怪的事，因为耶利亚现在把所有的证明的给你们讲，给你们有证明的，那真正的树要递到这位亚伯兰的上帝，就是犹太的五经，除了这个树以外都是假的，因为我给你们说那个条件都是没有在那个树上面。后代被虐待400年了，就是以色列人的，在跟照着这位亚法所说的话，都是必须以色列人的，
我们都是后裔都是以色列，后代都是以色列人，我们都看到现在看到他们住在以色列的地，那要看到真理，就是以色列的书，犹太的摩西的五经以利亚来了，就是要教你们要跟着他，却有令人的伤心，因为这个真理就是属于给以色列人的，却他们不理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权利要拿着这个真理，因为上帝已经离开他们。为了这个，以利亚就被差来的，就是要告诉人，这位亚伯兰的上帝他是不会有死掉，他的话是不会有被灭掉了，因为时候到了，要叫所有的人要转过来到这位亚伯兰的上帝。这个真理你们都真知道，与他同在就要不再犯罪，要变成了完全的人。最后的先知就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照也这样说的，就是意思要说这个我给你们要教训，就是因为一个男人就要娶一个女人的，如果是要你的老婆是要多的话，这个就不叫你完全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那个创世纪的，在创世纪书的时候，就是一个男人就是要一个女人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你不是完全的。这一切的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如果你是要真的要跟着这位上帝的亚伯兰的上帝假如说因为你有娶很多老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是有很难过，所以为了这个，上帝就说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女人的，还有在爱的时候要平等，他不会有偏心，这就是亚伯兰的上帝的心愿，就是你要想你自己，但是你不要考虑别人的。这位是亚伯兰的上帝，这个就是有大个，因为就是你在搞淫乱的时候，因为这个情况就是要淫乱的，因为这个不是你的老婆，所以你要与他同房，这个是淫乱的，这个到处都有，这是太危险了。这一切的情况都是不要叫你完全的，你在敲诈，你在说脏话的。你在敲诈，在欺骗别人的时候是坏的，是坏；你在说假话的，却要跟随以利亚的人不会要这样的行为，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你们有证据你们的时候，就教你们的完全的这个人都喜欢的事，然后跟随以利亚的都是这样的。这个经存在不是要在像这搞要给你讲，所以为了这个就是教你们，那我们在下一课的你们就要接着就是关于这个教训，就是我们没有研究过，就是说要你们呢转过来到真正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他叫亚耶法。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的话，否则你就不会在真理你不会在真理里面的，你就是在就是你在搞错了。这是以利亚的工作，为了叫所有的人要得到成就，因为那个打败的已经在那里，他已经精心他的工作，为了这个就赶快有教你们的成就，因为这个你们不能再反对，就当他们都已经在那里，他们就等着以利亚有开口，所以要请大家要想一想，因为这拯救的以利亚来拯救所有的人，就是在你们的灭亡之前，那你这个怎么合理的？那我们就走着教吧，因为以利亚所说的一切话都被应验了。你们要关注俄罗斯乌克兰的历史，我跟你们已经讲过了，在你们是2/3都被死掉了，我在这边都已经预言了。那今天就到这里，
话就是这话就是很清楚。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亚伯兰的真正的上帝，他叫亚亚法，在摩西的无尽，我们才能寻找他，与他同在，就不再犯罪，就变成了完全的人。那这个就是你要自己选择，要跟着这位亚伯兰的上帝呢。从今天开始要跟随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就是来拯救你，教你要完全的人，所以你对什么事情都不怕，要去那个永生那里，你什么都不要怕，因为这是真正的永生。要去亚伯兰的上帝，他叫亚亚法。我们一起祷告，非常感谢您的亲爱的父亲亚亚法，因为你差我来的，我已经做了的工作，我也继续做，为了给全世界要得到拯救，为你叫他们不会在这界要成为完全的人，因为您为了拯救他们，因为为了这个，你就对亚伯拉罕说，为了国民的祝福得到祝福。非常感谢你，亲爱的父亲亚亚法，你的话已经宣布出来，就是要叫他们的幸福的人，他们就得到幸福。因为这一切的都是这样的，谁都不要希望这个，因为不再犯罪的人真的有福了，完全的人真的有福了，他不再爱憎恶。亲爱的父亲亚亚法，感谢你所说的一切话，还关于这个拯救是我还讲到，就是按照你们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亲爱的父亲亚亚法，非常感谢你这个拯救，就是你所赐给我们吧，永远的荣耀归给您的。我奉耶稣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我祝福你们要得到就是我们凡做的事情就得到祝福，然后就是要跟随亲爱的父亲亚亚法，赶快拯救你的灵魂，要保护你的灵魂能平安到天上天那里，不再犯罪。耶稣保佑你们，我们下一课再见。